Hello，大家好，我叫阿 King 啊。啱先同一個香港個客戶食完飯，咁佢問到我個問題啦。中山啲自建房點樣啊？買唔買得？有咩要留意嘅點啊？咁我借住呢個話題呢，就同大家分享下購買中山自建房嘅要注意嘅事項。如果你冇留意呢幾樣嘢嘅話，可能你後期補交個費用比你依家買嗰間樓仲夠貴嘅。咁我一共就總結5個點嘅啫。第一樣證件就一定要齊全噶啦。以前可能會有2個證啦，一個紅本綠本，即係國有土地使用證同埋嗰個房產證。咁依家呢就二證合一啦。15年之後嗰啲房呢都係不動產權證嘅。咁以前係有2個證嘅，證件齊全呢啲係最基礎噶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先係最重要嘅，就係睇嗰間屋個土地性質。呢間屋個土地性質，如果係啲宅基地同埋集體用地呢種類型呢，就只能本村過戶嘅，即係唔可以過戶俾你嘅，明嘛？呢類型嘅產品呢，建議你就盡量唔好碰。第二個就係國有土地嘅房產證上面寫住有國有7樣或者係國有劃撥。如果係國有7樣嘅呢，係冇問題嘅，國有7樣可以正常買賣。但係如果房產證上面係寫住劃撥2個字，劃船個劃啊，劃波，咁呢啲呢，你就要俾一樣嘢叫做土地7樣金啊。呢個土地性質呢，就要補交土地7樣金噶啦。以中山為例呢，例如你買咗一間200平嘅房，200萬左右，係咪200萬左右？好神啊，好抵喎，200平喎。咁如果佢係劃撥嘅情況下，以中山市區嗰啲個地價為例啦，咁你要補翻4000蚊一平嘅7樣金啦。就200平嘅話，你要補交翻80萬個土地7樣金。OK， 200平嘅話補翻80萬個土地7樣金。呢個係第二點啊，即係要睇清楚佢個土地性質係各有7樣嘅，呢啲先係冇問題嘅。其他嗰啲盡量唔好碰，因為劃撥呢係之前國家係無條件送俾一啲基建單位，或者係俾一啲其他啲嘅教書啊，或者人才用房啊呢種咁嘅，佢係未有補地價嘅。咁佢而家想攞出嚟買賣嘅話，咁佢補翻一樣土地7樣金，即係補翻嗰個地價嘅，明嘛？呢個係第二點啦。咁第3點呢，亦都係好重要嘅。第3點就係土地控規是否相符，你要睇翻呢塊土地嘅控規是否相符。如果唔相符嘅情況下呢，你拆咗之後，你係唔可以再重建嘅。咩叫土地控規呢？即係你呢塊地本身係住宅用地或者工業用地、農田用地、商業用地嗰啲，全部係有規定嘅。政府已經係規劃好每塊地係做乜嘢嘅。例如佢本身係農業用地嘅，但係佢之前已經係建咗一間屋喺度咁嘅，建喺度啦。咁而家買翻俾你，如果你想拆咗再重建嘅話，咁你就唔可以再重建噶啦，只能養雞啊、養魚啊呢啲咁噶啦，明嘛？好，呢個土地控規，可以喺行政中心查，或者喺自己網上自然資源局一途通上邊個網站上邊可以睇得到邊啲類型嘅地係做乜嘢嘅，咁可以睇得到噶。有啲朋友想買啲地皮，想自己建樓嗰啲亦都要睇呢樣嘢嘅。土地如果唔係住宅用地嘅話，你買翻嚟真係冇用嘅啫，明嘛？第4樣嘢又係好重要嘅。第4樣嘢就係房屋個來源啦。房屋來源有幾樣呢？有繼承、有買賣、有贈與啦，係嘛？咁亦都有自建嘅。咁如果係繼承嘅同埋贈與嘅呢2樣嘢嘅個稅係非常之高嘅，嗰啲稅費嘅話，其實加埋其他啲雜七雜八個稅費，去到27%嘅，即係27%。如果以啱先200萬為例嗰間屋咁樣，咁佢交個啲稅費都去到54萬左右，要交50-40萬左右嘅，因為佢當時繼承呢，可能就嗰間屋個主人突然間有發生咗情況離世咗啦，咁佢子女只能用繼承嘅方式俾到佢子女。贈與呢，就係阿爸阿媽已經係建咗一間屋喺度嘅，咁想直接俾個仔剩7個公證書就可以噶啦。
幾百蚊左右啫，就唔想俾嗰啲過稅。如果係俾過稅嘅話，可能140平以內就俾1萬蚊過稅噶嘛。如果係超過140平嘅咧，俾2個點，咁200萬嘅少交咗4萬蚊，係嘛？佢想當時佢有冇考慮到以後嘅問題？佢淨係考慮到當時，哇！我唔使俾嗰4萬蚊個稅喎，我間屋我直接俾我仔得啦，點解要賣俾我個仔咧？其實最劃算咧係買埋俾個仔女嘅。咁你而家交個稅係1個點140平以內，咁如果係超過140平嘅話，咁你交2個點。但係如果你係以贈與嘅方式，咁佢以後出手嘅情況下，你要考慮到係27個點，好高嘅稅費嘅，就係呢種問題啦。所以房屋個來源咧，亦都要好清晰地了解。第5點咧就係嗰個自建房可唔可以貸款？係可以貸款嘅，只能貸款50%，即係例如啱先個200萬嘅，你只能貸款100萬，咁剩底100萬咧就首期100萬，剩底100萬就供啦。咁如果係太舊啦，樓齡超過20年嗰啲咧，你就唔可以貸款啦，要一次性付批過嘅，咁睇情況而定啦。咁剩低一啲合同上面要注意嗰啲各方面嘅事項嗰啲就唔詳細講啦。最主要咧就係第2點同埋第3、第4點呢幾樣嘢，其實講到呢幾樣嘢都好重要嘅。突然間話一大筆嘅錢，你買樓先200萬，呢度又幾十萬，嗰度又幾十萬，後期咁多啲費用啊，到時候拆咗又唔可以見，哇幾麻煩啦，係咪先？啊係啦，第3點我再補充下。嗰個土地控規是否相符嗰度，你如果係相符咗啦，你都係想改嘅，咁咧你又要睇翻依家嘅政策，建嗰個自建房嘅政策嘅，好似容積率唔超過3%，咁同埋嗰啲總層高唔可以超過15米，唔可以超過4層，即係3層半左右咁樣，首層唔可以超過5米啊，呢啲都有條件嘅嚇。包括而家啲四周嗰啲落水位要預留1米到1米半，如果係近路邊嗰啲嘅話，你要預留到2到3米。而家如果你係間屋係細嘅，咁周圍縮下，咁其實唔係好大嘅啦。咁你就睇情況而定嘅，你要考察下周邊嘅環境係點樣，呢間屋係咩情況，咁呢啲都要考察好嘅。如果唔係嘅話，你再想雖然符合咗項規，再想重建嘅話，有各種麻煩嘅嘢噶啦，呢啲都係後期噶啦。好啦，今期內容就到呢度啦，唔好講咁多廢話啦。好啦，拜拜。